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上網 plan 超抵玩法，平均54.6就有30G 本地 5G 加3G 內地澳門數據，全包免費，1卡2號。早前同大家分享過網店一個好抵玩嘅 plan，月費98蚊就有30G 5G 本地數據，加4G 內地同澳門數據，有得無限任用 YouTube、Facebook 等等嘅社交平台，仲送一部手機，聽落好似好抵玩。而今次又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抵玩 plan 嘅選擇，平均月費54.6就可以有30G 5G 本地數據，加3G 內地同澳門數據。雖然冇手機送，但係好似比之前嗰個 plan 再抵咗一大截。想知道點樣先做到，有咩條件，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一個叫做 Cloud SIM 嘅 Facebook page 係中國聯通香港嘅經銷商，佢哋推出嘅冬日限時優惠，其中嘅5卡 5G 家庭計劃，簡稱5 SIM，為5位用戶提供服務，每張副卡都可以獨立使用，並且可配內地實名號碼，完全切合一家大細或者係幾個朋友一齊 share 嘅需求。人均54.6嘅震撼價係點計出嚟嘅呢？要達到54.6呢一個震撼嘅人均價，關鍵係在於原本單人嘅計劃最大化共享。我哋之前計算過，5 SIM 呢一個24個月合約嘅150G 香港加15G 內地同澳門嘅數據 plan，原價係596蚊，配合送12個月月費以及轉台多1個月嘅優惠，平均每月嘅成本大約係273蚊。假設有5位用戶完全平均共享，咁每月嘅總成本就係273除以5，咁就會得出每人每月大約54.6。而數據量方面，150G 香港數據分俾5個人，每人每月可以得到30G，用晒150G就可以以384K 每秒無限任用。而15G 嘅內地同澳門漫遊數據同樣分開，即係每人每月有3G，用晒15G可以以128K 每秒無限任用。呢個價錢對於需要基本數據同埋間中北上嘅用家嚟講，數字上極具吸引力。根據官方資料，呢個計劃嘅主要賣點之一係可以申請副 SIM 卡，而且所有嘅副 SIM 卡可以獨立配備內地實名號碼，而且係免費。理論上咁啱就為多人共享提供咗技術基礎。攤分之後，每位成員除咗擁有30G 嘅本地數據，亦都能夠獲得3G 嘅中澳漫遊數據，足以應付偶爾往返大灣區嘅時候嘅輕量上網需求，例如導航、通訊或者係社交媒體。本地通話更加係全組無限任用。但係呢一種共享模式存在一個顯而易見嘅潛在問題，就係數據使用嘅不均，並唔係每一位成員嘅用量都係咁平均嘅，可能會出現有啲人未去到月尾已經用盡晒份額，而有啲人就有大量嘅數據剩餘嘅情況，咁就需要成員之間有良好嘅溝通，或者係依靠主卡持有人去進行公平嘅監督同埋分配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，紅米再出千元王牌 Redmi 15C 港行開賣，千元有找6.9寸120Hz 巨屏加6000 mAh大電。各位千元預算嘅用家留意，小米旗下性價比王牌 Redmi 又有新動作，最新入門型號 Redmi 15C 正式登陸香港，一開賣就做推廣特價，千元有找就買得到。呢個價錢基本上就係市場上面智能手機嘅地板價。究竟呢一部千元有找嘅新機有咩料呢？我哋繼續睇落去啦。小米 Redmi 15C 正式登陸香港，建議零售價係1099，但一如以往出招手法，一開賣就會做推廣特價，實際入手價只需要999，千元有找。呢個價錢相信有好大嘅吸引力。作為紅米 C 系列嘅新一代 Redmi 15C 嘅定位非常清晰，就係極致入門。Redmi 15C 搭載嘅係聯發科 Helio G81 Ultra 8核處理器，儲存組合係8GB RAM 同256GB ROM， 並且支援記憶體擴展技術，可以將部分嘅儲存空間轉為 RAM 使用，最高可以擴展去到等效16GB RAM， 亦都支援最高1TB 嘅 Micro SD 卡擴充。而最大嘅亮點絕對係熒幕，佢配備一塊6.9寸嘅 Dot Drop 巨屏，解像度係 HD Plus 1600x720。但係支援最高120Hz 嘅刷新率同240Hz 嘅觸控採樣率，官方數據顯示典型亮度係660 nits， 並且獲得多項 TÜV Rheinland 嘅護眼認證。以千元機嚟講，提供120Hz 嘅大屏的確少見，佢嘅續航實力係另外嘅一大賣點。手機內置6000 mAh 典型值超大容量電池，並且支援33W 有線快充，理論上續航能力非常誇張。機身雖然大，但係厚度就控制喺7.99mm。重量係205g，
實用功能方面相當齊全，包括 3.5mm 耳機孔、側面指紋識別、NFC 同 IP64 級防塵防濺水。連接性方面，具備藍牙5.4同支援 LDAC 高清音頻編碼，網絡支援雙 SIM 卡。影像系統採用務實配置，後置主鏡頭係5000萬像素，搭配一個景深輔助鏡頭，前置自拍鏡頭就係800萬像素，前後鏡頭都支援人像模式、夜景模式等等嘅基本功能。影片錄製最高支援 1080p 30fps， 手機運行小米澎湃 OS2 系統，包裝內附33W 叉電器同保護殼。最後想問下大家，999蚊買6.9寸嘅120Hz 大屏同6000mAh電量嘅手機，對你嚟講係睇片神器嘅完美組合，定係大而無當呢？你又會唔會為你嘅屋企人選購呢一部大電量巨屏手機呢？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